进入尾声咯，婚姻好买举办夏令营，邀请弱势家庭50个小朋友来参加，探访好买特色的景点，让囡仔过一个丰富的暑假。囡仔对老师咧跳舞，即嘛表示讲夏令营活动已经开始啊，大家囡仔拢真期待。第一次参加，很期待这一次的活动。小虎子经期夏令营活动邀请婚姻家扶中心50个囡仔参加，今年特别安排去拜访好买景点，包括好买布袋戏馆、好买糖厂等等。小朋友吼，也当去咱好买做一个深度的了解吼。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停办，今年佫复办，互囡仔真欢喜。虎尾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文化民俗，还有一些历史的典故，这个是我们期待让小朋友去认识跟了解的地方。婚姻教育中心希望讲，这囡仔透过这丰富的活动，耍了欢喜，更加会使了解家己的家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